迄是真无好，无啥物困难代志，所以叫做诸法如意。若有人言，确实有人咧讲，如来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确实有人咧讲啦，如来有得到一个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啦，有得到一个无上正定正觉啦，须菩提，佛就甲须菩提实无有法，实无有法。实在无有一个有法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啦，确实在，无有一个即个如来得到即个法啦，即后日甲你讲起，即种是一个叫做方便捷变，嘛即个方法，就甲你讲，今日你往底行，就我拄则讲，老头甲你山顶面对一个所在，你也往安尼行，毋是你已经行到山顶啦，你会知影。你当开始面对着，免别挑战。咱过去佛陀人因是修到已经到山顶啊，等下遮就是山顶，遮就是大洞山的山顶，人迄叫做正道，东下就正道啊。但是咱即摆随咧甲看，咱一关的弟子修到哪？真正若要讲修到，那以咱仪而性堂来讲啦，咱仪而性堂。23年过来，咱爱上点几个？免收钱人，咱头爱明领一前后摆一担点6000几个，一担点6000几个，点我先点几个，但你甲算，有几个乞亲口？你看看，是咱下营甲咱中营，咱爱上啊，包括下甲中营，咱是副厂长还是正厂长？你看看。点在切过你是副厂长还是正厂长？当然咱知影嘛，副厂长，咱就无成长嘛，是安无成长，因为确实。你讲得着倒着，咱第一天顶天就挂啊嘛，袂当讲享受起落啊嘛，逐个执迷即个物件，安尼叫做一盲引众嘛，相见无无，咁遐简单嘛，逐个得着倒，我就要人去生活啦，我逐日咧山骹。我就当飞到山顶啊，所以太简单啦。所以咱今日真正因为这个是一个方便的捷径，毋是讲今日你得到这个物件，人我当时是到迄个所在，甲你讲，因为我已经到正当迄个正当，但是你本来你就是到，迄个到，你到山顶，你到迄个山顶，到尾就甲你讲，我到山顶啊嘛。你到遐就是山顶啊！你进到遐就是你要到的所在。就跟你讲个，你已经进到清净啊，你已经进到清净。但你进到清净，你敢来讲我已经进到清净啊吗？无这个道理啦，已经无这个道理。所以伊个是无有法，佛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是无有一个法，佛得着啥物件？无上正定正觉，安尼敢听有意思？因为你本来就具足了无上正定正觉，是你具足了无上正定正觉，你的无上正定正觉也未显，迄个显叫做觉。你的正定正觉也未显，你在哪？你也不显，无显叫做未嘛，咱讲显嘛，咱安尼尔，安尼今日你修到。就是你互你的正定正觉显现安尼尔，若安尼，迄个正定正觉嘛是一个名词，迄个正定正觉嘛是一个方便的方便的法名称尔，所以咱一定爱知影。不当咱继续讲咱继续讲而且要当咱继续讲伊讲咱这个对咱好好念一下。须菩提，如来所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所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无始中，无始中，无实无虚，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皆是佛法。因为这段话就是一个讲结释中道。因为嘛无一个空，嘛无一个有，
嘛无一个实，啊嘛无一个空，哦，无即个物件，所以伊咧显示中道，显示中道。啊，免显示中道，显示中道呢，因为佛道理这个当中就讲，哦。伊即个佛道就来讲啊，苏菩提，这就是伊个佛道啊，叫声苏菩提。如来所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因为拄则是无有法，如来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对不对？爱记这个句的，哦，即句啦吼，哦，即句啦吼，哦，即句就是咧讲，迄个如来即诸啊如意。就有因缘如来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实无有法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啦吼。但是后壁即句，就是咧啥？咧显示进前迄句，咧讲即句是安怎？实无有法如来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哦，苏菩提，即句就是佛道得解释苏菩提啦。如来所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如来所得的即个。无上正等正觉，拄则毋是讲如来是无有法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吗？即摆态度显示要讲如来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伊讲如来得阿妙道三藐三菩提吼，有时中，即个有时中，即个真重要。即个有时中，即个是，即个有时中就是讲叫做如来本体，如来本体。即个有时中就是讲如来本体。即个，即个伫即个如来本体中，有时中就是讲如来伊个本体中，即个本体中个内底当中呢，伊无实无虚。无实甲无虚，安尼敢听有意思？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句话就是总结于中道，就是讲无有一个实，啊无有一个空。哦，拄则我咧讲就是讲这物件。即个有时中，即句就是讲。如来的本体内底当中，伊无有一个实，甲无有一个实，甲无有一个空，所以心经讲叫做空有不二的道理，空有不二，哦，空有不二的道理，哦，空有不二的道理，色对空，即句就是显示即个心经内底当中咧讲即句道理，色归空，啊空归色。啊，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哦，即句就是讲即个物件。啊，所以即个道理内底当中，咱若无真正有学习，若真正对真正迄个大乘观，若无真正有研究习，听这人听到尾啊，伊毋知安怎，伊毋知安尼讲。所以咱常咧讲一句话，讲呐，哦，色受想行识嘛，吼，这叫做五蕴嘛。啊，因为色空不二嘛，吼。色空嘛，咱头过去我讲，色空嘛，它是不二嘛，哦，色空它是不二嘛，不二嘛，哦，色受想空不二嘛，想空不二嘛，哦，啊嘛个行空不二嘛，哦，啊识空啊，识空不二嘛。哦，安尼叫做色、受、想、行、识，这叫做五蕴嘛。哦，啊，这个五蕴内底当中呢，若要依家讲的色、受、想、行、识，拢叫做人嘛，拢叫做念嘛。哦，咱叫做五蕴嘛，五蕴嘛，蕴就是蕴，就是讲，它叫蕴藏。哦，蕴藏，嘛人讲叫做五蕴、五阴、五蕴、五阴啦吼，啊，叫做五阴，五种的阴嘛。但是因为咱今日去读，你爱注意哦，这个色就是讲啥物件？这个色就爱讲叫做外口，
但是这呢，讲叫做内底，叫做外，这是一种色相。这个色就是包括一切诸数的色相，叫做诸数的色相，叫做外嘛。比如讲声音，色、色、声、香、味、触、法，有无？这叫做六尘物嘛。色这种包括，这种包括色的内底嘛。音嘛叫音声，声嘛叫色，所以用意识建我，用以音声建我。是人行写到这边建入来，伊佛的经文经的26本就讲这一句话。但是这个色是包括了什么物件？包括了叫做诸数，诸一切数叫做诸数。就咱拄则讲的，诸数叫做万法。安尼讲咱较听到，叫做一切法，这是名词啦但是拢会使讲，你毋通听较拢火气这个诸数，我甲你讲，这个诸数，诸法就是你讲这个万法，你讲这一切，拢在讲这个物件。是甲你讲一个诸数因缘，安尼较简单。所以咱有阵时听佛咧讲经，还是着解说甲咱听落火气但是因为这个诸数一切数，就是外口，包括声音，包括色相，包括香味。那么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做咱讲叫六尘物、六尘物。那六尘来讲的，这叫做念嘛，这叫做念然嘛。但是这个外，这个色，就是包括包括六尘嘛。你敢听有意思？这个色就包括六尘。六尘当中伊有叫做受、想、行、识。这个受，就是感受嘛，你受嘛。心啥在感受？是咱这个心在感受，对不对色心在感受嘛，这个心在受嘛。受入来了后，我看到这个物件，我看到了后有受无？受，有受，对。若无受，你就拢变空白啊，你有受。但是受了就开始呢，第二就是安那，第三就开始想，因为这是念，这是总理一念做伙，想就开始咧想，叫做大妄想嘛。大妄想来就开始开始行嘛。这个行就是这个行就是讲，你的心马上在动，因为受想行嘛，心就动念嘛。动了你人动了你的结果因嘛，你会种恶因嘛。行就是行动，对不对？但是动了后当中呢，因为你到这个叫做识，因为识就是因为这个叫做分别意识，你受想行，这个外了后，感官了后，到受想行，而且咧分别，叫做分别。所以咱讲欲念，迄个叫三心转数记，就是咧甲你讲，这个愿力必识，心意名色，来识。这个识会当转成啥物件？转百元境地，叫做识天体。因为这个识内底当中，伊分别太厉害，所以咱讲叫做主观意识分别太厉害，执着太厉害。所以因为报来的物件当中，因为伊的架构、伊比较，拢总是这个物件。你做者做者鸡排。嘛会使讲，因鸡排了，但是你这有一个叫做这个尝试装饰，装伫迄内底当中，你这个就叫做这个藏在里面的那个种子不干净，你装伫内底。咱今日当中咧就受、想、行、识这物件叫做五分，但是要注意伊若当识空，这个空就是讲这个空就是讲叫做空色，一定要注意这个物件。这个空就是讲叫做空色。你今日这个色，若当用着空色，用这空色，有这个空色的主宰，安尼叫做色空不二，叫做断万言。因为一切诸数因缘，就是因为咱伫这个这个修，咱的色空，
下内底当中意识，哦，这个意识，这总无空嘛，总无叫方式内底嘛，总叫无叫清净内底嘛。所以我来讲，如果你今日这个外这个色呢，咱总叫这个空色，色在空中，空在色中，安尼叫做哪？这啥物啥句？即句，还有无要紧。即句话叫做有嘛，啊，敢看有？啊，即句叫哪啦？即句叫做空嘛，啊，敢听？啊，有在空中，空在色中，有时中，这个叫做有，吼，无实，啊，有一个叫做无虚，有时中有实无虚，这个叫做空，这个叫做有，这个叫做空有，就是讲色空不二，因为你今日若是个空，惊一个空了，无有这个色哦。安尼叫做哪？安尼叫做时空，叫做值啦吼，时空吼。今日若有空无有，若有无空，叫做实有，叫做实有。安尼叫做你即空甲实有。所以咱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了到空中内底当一净化。以净化，所以因为咱用着空性，咱用着清净来指着这个外事一切因缘。那安尼因缘内底当中断一切万缘，一切万缘就是咧讲啦，咱今日诸法，伫即个诸法中内底当中，咱拢诸法如义。头前咱话就讲着，一切诸法中，诸法如义。诸法拢是如不动义，那安尼当中呢，咱就当空色空，空在色中，色在空中，安尼叫做断万缘，安尼叫做如不动义。吼，这个物件而且受空不二，安怎？色欲境，受空不二，那个色欲境。修，下底就是空，对不对？就是讲这个修感受，咱感受入来，心性若要空，咱会起啥物件？咱起的是妄念，妄念，因为你走的是妄念，因为咱讲，因为你无清净嘛，你要心咧甲你主宰嘛，你感受入来，你看到红青黑白，就咱常讲的，你看这是啥物件？红的对不对？但是伊的本质是啥物件？伊的本质是像白纸安尼，你毋知影？这是你的，但是你如果若把伊这个本质，伊的红色剔除掉，伊回归本来是像白纸呢。但是咱看就是看外表的本质啦，看外的本质啦，毋是安尼？咱看咱各位前年，大家面相拢无相像啦吼，大家面相拢无相像，但是咱本质有相像无？咱的完全，咱个人的本质完全拢相像呢。毋通讲在邪不精，在法不假，是毋是安尼？哦，有可能即汤米，有可能即汤米有迄个无好的米，啊嘛有足好的米，但是咱假迄汤拢总相像呢，敢有相像？迄汤米就是拢总买呢吼，大小拢相像，所以今日你看是表象。这个表象的物件，如果呢你若甲融入了你的空性内底当中，伊本来拢是如不动的，所以一切因缘行为内底当中有分别，有足侪物件，分别就是拢伫咱色中分别起来。如果咱若伫诸法不动义内底当中，咱上空不二，今晓这个是为修，这项无较好。是毋是咧？我就讲伊较好个话，即若我较歹，我就讲较歹个。啊，即个若我有意见，我就其他讲两句无好听个话。啊，即若我有较好个，我就甲加讲两句较好听个话。咱今仔有面如不动义哦，咱拢会计较分别。所以因为咱修到遮可怕呢，真正因为咱修到遮清，咱遮心修到真正我讲平等性理呢，我介意个。就鼓掌呢，啊，我无介意就虚身呢，啊，是非
当地计较、比较，啊，毋是拢会接造出来。哦，咱这因为历史的这么祖书语言嘛，啊，你祖书语言，你祖书内底当中，什么人的生性？所以拢这个生出来，所以呢，你的感受，你的感受，哦，你的感受无空嘛，你的感受无空嘛，哦，你的感受就是哪无不满，我看袂介意。一句话，言气无好歹，言好歹在人心，好歹是在人心的内底当中。如果你这心内当达到诸法如意，诸法就是如来发心。那安尼当中一切诸事因缘，和你有什么关系？和你连带是这种关系无？过毋是，今日咱这个心，拢去互诸事因缘诱做，咱无通做主，无通用空来做主，受空无通做主。我想个比喻，现在车查某会来讲。